一隻玩咗12年嘅手遊啊，不過對於我嚟講呢，應該係平板遊啦，因為我由一開始玩呢，就已經係用平板嚟玩㗎啦。當初點解會玩呢隻 game 呢？首先呢，就因為個畫面啦。大家要諗翻起12年前，我係用 iPad 2嘅時候玩嘅。當時嘅平板呢，畫面質素呢，一定比唔起傳統嘅遊戲機嘅。咁但係呢隻 game 呢，已經係接近 PS3 嘅畫質咯。喺畫面上呢，的確令我有驚訝嘅程度，所以咧就撳咗入去玩啦。而遊戲咧，除咗畫質好之外，入邊所有嘅車啊，係所有都唔需要課金，亦都唔需要抽蛋，完全係玩入邊嘅故事模式啦，或者挑戰賽模式啦。當你通關之後，佢就會送俾你噶啦。呢樣呢，亦都係令我好中意玩呢隻 game 嘅其中一個原因啊！如果下下抽蛋，抽幾抽唔到好車，咁啊冇興趣玩落去噶啦。佢唔係所謂嘅抽蛋遊戲之外呢，亦都唔係強制要睇廣告嘅遊戲啊！唔似得某啲遊戲，玩5分鐘、10分鐘就要強迫你睇廣告，或者過咗關要睇廣告。呢隻 game 令到我欣賞嘅地方就係，你可以完全唔需要睇廣告，無需要抽卡，無需要呢兩樣嘅困擾，而可以一直持續玩落去。雖然呢，佢入邊嘅金幣係好重要同埋好難贏取啊，但係如果你唔中意睇廣告嘅話，你真係可以一個廣告都唔撳出嚟睇嘅。而繼而持續玩呢隻 game 呢，因為佢有定時更新啊，不斷有新車送俾你啊。應該唔可以話送俾你，而係要挑戰入邊嘅故事關卡，或者要做一啲挑戰賽，贏咗之後呢，就可以送俾你啦。嗰啲挑戰賽呢，亦都係有難度嘅，令到你有興趣繼續挑戰而繼續玩落去嘅。在於呢個製作組呢，亦都係好用心去製作呢隻 game 嘅。畫面固然係啦，而當中汽車得到授權呢，亦都大部分係真車繪畫出嚟嘅，甚至乎呢，有啲係限量版、試驗版，佢都攞到授權製作出嚟嘅。佢經過咁多個版本啊，製作組呢亦都好知道點樣可以平衡隻 game 啊。雖然喺網上呢有好評，亦都有劣評啦。佢故事入邊呢，佢遊戲入邊呢，就係比較傳統嘅手遊 game，純粹係升級再挑戰，升級再挑戰嘅啫。但係呢種遊戲系統呢，我就係好受落嘅。如果你話去到 GT 系統嗰啲，又要改車啊，又要買引擎啊，又要個別調校啊，呢啲咁複雜嘅嘢呢，我就真係冇時間去諗啦。我玩賽車 game 呢，純粹係一開車踩中個油門，係咁衝嗰種嘅啫。而佢個遊戲系統呢，係加入咗一個輔助功能嘅。如果你就算係新手或者係賽車低手，亦都可以借用個輔助功能協助你比賽嘅。而就算開咗個輔助功能啊，你亦都要
喺彎位啊、轉角位啊，攞盡啲位先至可以達到架車轉彎嘅效益嘅。所以玩起上嚟呢，就算用輔助功能，都會覺得好刺激、好好玩嘅。呢個製作組呢，做嘅賽車係好出色嘅，可惜呢，喺大公司嘅裁員之下呢，製作組不斷萎縮啊，而可能成本效益呢，亦都係遠遠不及以前啦，所以呢，就迎來呢個閂服嘅問題啦。本來呢個製作組呢，係有預留下一代新版本嘅試玩嘅，我亦都下載過嚟玩。可惜後來呢，可能係人手啊資源嘅問題呢，就停止咗開發啦。呢隻 game 玩咗12年啦，終於都嚟到最後嘅階段啦。